印度还是尼泊尔道亲呢？每个礼拜天都有上课啊。读经班啊，圣训班啊。学跪拜礼节。平炉啊，整理香炉，把它抹平。读经啊，读经啊，研究经典，学礼节啊，学那个，你看你有毛巾呢，有毛巾的礼节，点火灯，点火灯，跪拜。华裔崇德单位到印度还是尼泊尔设立的佛堂。学礼节，你学跪拜，跪拜还是献香还是办道礼节？你看，献贡茶，献贡礼节还是献香礼节还是办道礼节？